立法院到底是啥人来带头咧？今仔日早起，国民党的韩国瑜甲江启臣已经去拜访民众党团，双方是关门开会40分钟。了后，韩国瑜是表示讲，各项话题恁拢有讲，也毋过煞无讨论到单一吊位的议题。也那黄国昌是表示讲，即摆的会谈是良性的互动，主要就是咧讨论国会改革。 要不要拥抱一下？韩国瑜轻轻拉打黄国昌的肩胛头致意，代表国民党参选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韩江培，离港早起拜会民众党团，双方闭门会谈差不多40分钟。伫结束了，韩国瑜强调交流的过程，大家什么拢有讲到。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，我要再一次的澄清，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，我们没有任何资源，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。 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良性的互动，绝对没有外界所形容的什么私设行堂，或者是要密室协商交换什么样的东西。最主要的，我们两边是针对国会改革的理念。韩国瑜表示，伫会中要讲到民众党所提出的4项改革，彼此的活动共识真好，但是无讨论到委员会单一调位制。因那闭门会谈，发人质疑是军阀事件2.0。韩国瑜也讲唔通想伤多，想太多了。我们10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，若干年之后，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。回想这一段，既甜蜜，又紧张，又刺激，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。 非常快的一件事情，国昌兄抱一下吧。OK。伫离开进前，也阁特别咱黄国昌，甚至担心哪会走票，韩国瑜无加做回应。民众党是讲，31日将会由党主席郭文铁开记者会，公布民众党对国会领头选举的态度甲立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